后来，这个囡仔伫咧道路顶骑车乱窜，大人无阻止、无打紧，搁对咧乱骑，实在是不良的示范。中华一个太太骑着机车，对着骑铁马，疑似是伊后生小男童，两个人伫咧道路顶摇摇摆摆，搁跨过双黄线逆向，袂输甲大路当作是游戏场。经过驾驶看到拢硬气，差一点都甲因弄着。 驾驶赛车看到路中有两台车，一个挖做伙，一个搁分开，看起来哪咧乌白骑。这到底谁冲的？倒边骑铁马的是一位查甫囡仔，正边骑机车的是一位负责人。驾驶看甲强要硬气，差一点就要弄着啊！那是谁的小孩啊？哎，这样载小孩啊？ 骑车的负责人敢若是查甫囡仔的妈妈，互囡仔乌白骑车，无甲阻挡，家己搁对咧乌白骑，实在真危险。有啊，我看到这个很危险，危险啊！马路不虎口啊！地点伫中华，警方看到影片讲，安尼是违规的行为。骑脚踏车穿越双黄线违规行为，可处新台币300至600元罚款。 如果小朋友未满14岁，可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接受处罚。警方讲会照车牌找到骑车的负责人嘛，呼吁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家长嘛一定要教囡仔遵守交通的规则，千万唔通像安尼甲车路当作是耍的场所，乌白骑、乌白撞。若是发生意外，后悔就袂负啊。